再来看台南的农民，今仔日其实嘛真无用。这碰柑虽然讲真打7分熟尔，农民嘛是赶咧甲慢落来，避免互风台雨甲渗甲规个全乌有去。另外呢，台南的北门种杨芳果的农民是烦恼这风台会亲像旧年同款来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嘛量早来做一寡预防措施。 规大片青景入面青花碰柑行，天拍破光，路面就赶紧来行林，甲7分熟的碰柑抢收落来。但是全国种青花碰柑的主要产区，面积有900公顷。农民指出，今年开花期未顺，产量平因过减2成。但2礼拜后就通采收的碰柑，煞拄着风台来扰乱，农民烦恼到时风雨大，甲因辛苦种的碰柑粒渗落地，怎啊提早1礼拜先甲种落来？正常啦，你大采收是拢差不多咧光复节后。 前后啦，啊无就双一节迄阵才开始咧采收。阮这农民的烦恼，惊讲哦，计会落果啦，所以咧提早甲采收过。大家嘛烦恼，上袂烦恼，这大这上济还袂烦恼。 啊，无伊就无啊，无变怎？风台3道2咧刷的速度，互人三无涨。伫北门种杨芳果农民嘛烦恼像去年10月小见风台，甲遮的边仔扫甲密密茂茂。透早伊嘛去田里甲北旁求护岸。金茂里里长讲，在地大约种40公顷，这支杨芳果8月初种的，按算个1个月后会使收成。先啊破棚啊掉落，放互迄风啊倒光吼，啊破棚啊吼。 挑开啦，无着吼，迄风啊倒光吼，规个铁仔头挂迄破棚啊怎挑开？风啊雨，迄阵啊我真严重咯，拼一身躯啊，就是去风台收去我。客厅食饭的做事人，干来会当提早做好风台准备，因上大愿望就是甲伤害降到上低，避免身体乌有气。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